為咗讓公眾嘅朋友能夠同視障朋友有第一身嘅接觸，一齊去感受，一齊去經歷，讓大家知道視障朋友究竟有咩能力呢？有咩特色呢？有啲乜嘢限制呢？有啲咩需要呢？共融唔係講嘅，共融係行出嚟嘅，所以我哋都用身體力行作為咧我哋今日一個嘅主題。我哋勞工處咧會有一個嘅津貼俾大家咧去可以去融入呢個職場，以及咧社會福利處有個一筆過嘅撥款咧，俾大家去做一啲嘅裝置上面嘅改動。其實我哋特區政府咧，我哋係好希望咧點樣幫助更加多嘅傷健朋友咧，可以去到最好係自主獨立咁可以喺社會上面生活。手執百丈，獨立自強。同在座各位啦，咁多位視障朋友講，你哋真係好叻、好犀利、好厲害㗎！我覺得咧，你哋用你哋堅毅嘅精神啦，活出精彩嘅人生。我覺得你哋先至係啦，身體力行嘅最佳典範。